疫情踏入第3年，情況依然嚴峻。喺長期作戰底下，香港醫療系統不勝負荷，醫院亦需要騰出最多嘅床位，集中接收新冠病人。醫護喺抗疫嘅最前線，佢哋頂唔住，仲有邊個可以守護到我哋？益抗式由 100% 純天然靈芝同埋雲芝提取而成，含高濃度標準化 PUB 活性多糖。益抗式係標準化靈芝雲芝精華，科研實證能有效提升免疫力。另外喺研究曾經接觸過 PUB 活性多糖嘅巨噬細胞對致病原嘅防禦能力同埋佢嘅作用機理嘅時候，會先將正常狀態下嘅巨噬細胞同唔同濃度嘅 PUB 活性多糖一齊培養，然後再令巨噬細胞受到感染，之後觀察細胞喺過程中嘅變化，以判斷 PUB 活性多糖可唔可以將巨噬細胞嘅防禦感染能力增強。結果顯示，當曾經接觸過 PUB 活性多糖嘅巨噬細胞受到感染嘅時候，可以分泌更多嘅干擾素，產生更強更快嘅免疫反應，以抵禦病毒嘅入侵，防止染病。所以我哋嘅團隊可以好有自信咁講，益抗式可以有效增強免疫功能，預防感染。無論係醫護人員、高危環境工作者，又或者係一般嘅市民，益抗式都好適合用嚟作為日常提升免疫力嘅保健品。當不幸受到病毒感染嘅時候，免疫系統就會更快速、更有效咁樣對抗病毒。英國牛津大學最近發表咗一份研究報告，過半曾確診新冠肺炎嘅受訪者康復後大腦萎縮咗 0.2 到 2%， 相當於老化咗10年。即使係輕症者，都會有影響注意力同組織能力嘅腦部執行功能惡化嘅後遺症。即使康復，仍面對住眾多後遺症。市民應該如何提升免疫力嚟對抗病毒，保護自己？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就叫 Long COVID。Long COVID 咧就係話一啲中咗呢一個新冠病毒發咗病而產生嘅一啲後遺症。好多時候佢哋都唔係完全好明白點解會有呢個 Long COVID， 點解會有啲後遺症出現。咁但係而家一般嘅睇法咧，好多都係覺得因為你個免疫系統咧係compromise 咗，係降低咗，而引致到好多其他嘅對一啲器官嘅損害啊。咁大家都唔係好清楚，咁所以咧，我哋覺得既然呢一個產品係安全嘅咧，你如果係可以將個身體嘅底子打返好啲咧，其實都係好嘅。咁所以我哋覺得咧，呢個產品而家嚟講咧，係最適合，當然係前線醫護人員咧，甚至乎係一啲普通嘅市民咧都非常啱嘅。我諗大家都好辛苦啦，即係而家大家捱咗成2年嘅時間咧，就都係結果，我哋都係要面對一個無可避免嘅呢一個疫情嘅衝擊啦。咁但係我覺得就只要我哋大家堅持啦嚇，同埋即係做好嗰啲防禦嘅設施啦，包括戴口罩啊、隔離啊，咁同埋如果係有一啲可以幫到你個身體嘅一啲保健品啊，呢個咧我諗係我希望可以盡快走出呢個疫情咯，即係一定會雨過天晴嘅，即係始終都會捱得過嘅。咁但係喺呢個捱嘅時間咧，就盡量最大嘅責任咧，我覺得係保護好自己咯，因為你保護好自己先保護到其他人。